欣赏过了春天艺术团管弦乐团的演奏，下面呢将由春天艺术团中乐团为大家带来3首十分优美的乐曲。演奏春天艺术团中乐团民乐总监兼首席二胡傅润林，指挥傅连成。第1首《彩云追月》，独唱林维娜。第2首《花好月圆》，第3首《瑶族舞曲》。《彩云追月》是广东音乐的著名曲目，寓意人们驾祥云奔向月宫，奔向美好生活的愿望。《花好月圆》通过民族民乐合奏的形式，展现出乐观情绪和对美好前景的追求。瑶族舞曲那欢快热烈的气氛，奔放的情感，酣畅淋漓地展现了瑶族男女热情奔放的精神面貌，请欣赏。
南風光直風光，一片歡欣喜着，雷照彩雲上，芬芳輕揚，如入山陰心。